一太少一太高，子一太高，这些好日子子一他已经回宫来了。什么？他不回来的？母爷啊，你是子姨吗？真是姨。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哪个叫你到这里来的？真听说父王的是恐怕母爷就苦苦的赶到宫中来的。你是特地为了救我才进宫来的。我把你这个出妃，你不进宫来为两方以为，如今你一进宫来，你我母子经过难道一事，谁要你来送死？哪个要你来送死？你在哪里呀？母爷，子怡，我儿都是不姑娘，心在心中是他路嘛，本记得那个绕过登记去，为娘是怎样经过你分担，只叫你俺来切莫胡乱去，你要是小人儿点这样难当，只叫你凡事需要三思想，倘若有疑难不举之问题啊，这是分家不有余，你听着为娘听不便宜啦，如今母子要多少难，你叫娘飞往是不飞这一悲伤儿人呐，此话是一啥子啥，不该百姓去抗中间个，匆匆忙忙请朝阳，不该百姓兄长为地车，离了他庙进在路啊嘛。不该往常母一眼睛，倒是今天来你老。